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人類文明發展咗幾千年，到今日我哋依然仲係打緊仗？係咪因為我哋天生就係殘暴？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本《Why War》，一齊拆解我哋大腦入面嗰個戰爭制。呢本書個心理學章節提到一個好震撼嘅概念：非人化 （dehumanization）。入面舉咗一個好心寒嘅例子，喺二戰或者盧旺達大屠殺入面，施暴者唔會叫對方做人，而係叫佢哋做老鼠或者寄生蟲。希特拉嘅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講過：跳蚤唔係一種討喜嘅生物，我哋嘅責任係將佢消滅。點解呢個講法咁危險？因為當你成功令大眾覺得對方唔係人，而係害蟲嘅時候，殺戮就唔再係犯罪，而係變咗做一種清潔工程。心理學家發現，一旦我哋個大腦將人劃分做外群體 out group， 我哋對佢哋嘅同理心就會自動熄機。呢個就係點解普通人都可以做出最殘酷行為嘅心理真相。呢種我哋 vs 佢哋嘅思維，其實係進化留落嚟嘅副作用。以前為咗保護部落資源，我哋一定要對自己人忠誠，對外面人懷疑。但去到現代，呢種本能就好容易被政治家利用，將鄰居變成威脅。作者提醒我哋：一、監察自己的語言 ，Watch your language。當你發現自己或者身邊人用嗰班垃圾畜生去形容政見或立場不同嘅群體時，要提高警覺。呢種語言正喺度削弱你嘅同理心。二、挑戰群體迷思 ，Challenge groupthink。喺群體入面，我哋好容易為咗得到認同而盲從。試下問自己：如果得返我一個人，我仲會唔會覺得呢件事係啱？三、增加跨群體接觸 ，Expand your circle。心理學證明，如果你親身接觸過外群體嘅人，了解佢哋嘅生活，你就好難再被簡單嘅標籤去洗腦。戰爭可能離我哋好遠，但非人化嘅心理機制每日都喺網絡社交媒體發生緊。如果你中意今日呢集讀書日誌，記得點讚、訂閱同埋喺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點樣先可以打破我哋 vs 佢哋呢個死循環？我哋下集見，拜拜。